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。我而家要回應一下一啲嘅學生經常會提問嘅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：天機點解唔可以泄露呢？一旦天機泄露，輕則折壽，重則招災。呢一個到底係迷信啦，定還是有一套至今我哋都未有搞明白嘅底層邏輯呢？嗱，呢一集我哋唔講玄學，唔講神話，我用中醫嘅陰陽五行、量子糾纏，再結合因果律，去為大家拆解清楚嘅。可能呢一條嘅內容會有啲燒腦㗎，但你睇完之後就會得到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觀。我哋先從中醫學說去講起啊。中醫最核心嘅觀點係天人相應，人體唔係獨立嘅，佢係呢個天地嘅一個大系統嘅一個縮影。五臟對應五行，氣血亦都對應陰陽，經絡對應四時節氣。咁乜嘢係天機啊？喺中醫嚟睇，所謂嘅天機就係天地之間尚未顯化，但已經成為咗一個勢能嘅能量信息嘅格局，就好似氣機，佢仲未到地氣就已經喐緊啦。病仲未發，脈象就已經喺度變啦。呢個未發而先動嘅狀態勢能就係天機。一個普通人，佢嘅氣場、經絡運行，佢嘅臟腑平衡，係按照住自然節律去走㗎。但係如果一個人提前知道咗某一件重大事件嘅變化，譬如話有某個地方即將發生大災難，又或者係某個關鍵嘅人物嘅命運即將發生轉折，呢個信息嘅本身就唔係普通人嘅身心系統能夠承載㗎。點解啊？就係因為呢個信息就係能量。喺中醫裏邊，心藏神，神就係信息處理嘅中樞。一個巨大超綱嘅天機信息，強行咁樣去進入到一個人嘅神識系統，就好似將一個普通嘅居民小樓房嘅小水管，強行去接上一個高壓輸水嘅管道，結果係只有一個：神不守舍，氣機逆亂，輕則失眠、心慌、莫名嘅煩躁。重呢就會痰火擾心，精神失常。呢個就叫做逆天機者，神先傷。唔係個天要懲罰你，係你嘅硬件根本走唔喐呢個軟件啊！嗱，我講完中醫嘅話，咁我哋嘗試將呢個尺度拉到去量子嘅層面啦。你可能都會聽過一個實驗嘅，兩個量子糾纏態嘅粒子，無論佢相隔有幾遠，改變其中嘅一個，另外嘅一個瞬間就會起反應，呢個叫做量子糾纏。但而家我要話俾你聽，一個更加深刻嘅真相就係，人同天地之間本質上就係一種糾纏嘅關係。你以為你只係知道一個天機，唔係一個量子層面知道，呢個行為嘅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糾纏啦。當你獲知呢個信息嘅嗰一刻，你嘅意識就同嗰個事件嘅狀態鎖死咗。而更關鍵嘅係，量子力學仲有一個觀測者嘅效應。觀測行為係會改變被觀測系統嘅狀態。呢一句話就係講，天機一旦俾你泄露出去，無論你係講出嚟嘅，定係寫出嚟嘅，甚至只係一個心裏邊明確形成嘅，我知道，淨係呢一個念頭，原本處於疊加態嘅嗰件事，好可能就會被坍縮成為一個確定嘅方向。咁問題嚟啦，如果呢個方向係壞嘅話，
咁邊一個去承擔呢一個坍縮嘅代價呢？唔係你，仲有邊一個呢？因為你係先動咗呢個觀測嘅按鈕，所以有好多古代嘅術士、占星師，點解會去到晚年嘅時候會身體衰弱啊、絕後啊、眼盲啊，或者甚至乎可能截肢啊，成為殘障呢？咁如果我哋從量子糾纏嘅角度去睇，唔係懲罰，而係代價。佢同太多唔應該提前坍塌嘅事件糾纏太深，佢個身體嘅信息場已經被搞亂啦。最後我哋又講講因果，好多人會將因果理解成為迷信嘅，但係喺系統科學嘅裏邊，因果就係最簡單嘅反饋循環。你給予一個系統輸入一個變量，系統就會俾你一個輸出。天機點解唔可以洩露呢？因為天機本質上係高維信息，一個普通人佢嘅功德、心性與能量嘅層級，就決定咗佢能夠安全承載信息嘅頻寬。就好似一個路由器，佢個寬帶如果只有100兆，你非要俾佢傳一個係有4K 嘅直播流，結果就係死機。因果喺呢一度係點樣去體現嘅？你洩露咗一個不該洩露嘅天機，等於強行改變咗某啲人、某啲事件嘅軌跡。呢個改變係會形成一連串嘅連鎖反應，蝴蝶效應。可能有人因此而避免咗災禍，亦都好可能有啲人因為咁樣而遭遇咗災殃。而呢個一切嘅源頭就係你。因果唔係審判，係物理。信息不滅，能量守恆。你發出去嘅每一個擾動，最終都會以某一種方式返到去你身上。返到去邊度啊？就係返到去你嘅氣場裏邊，你嘅健康，你嘅運勢。中醫會講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你將自己搞亂咗啦，邪就自然會嚟啦。呢個就叫自因自果，唔係天罰。所以你睇下中醫話俾我哋聽，信息係入心，氣機入亂。量子糾纏又話俾我哋聽，觀測即係改變，連接就係承擔。因果律話俾我哋聽，擾動必有反饋，代價必須自負，天機不可洩露。唔係因為個天小氣，而係因為我哋大多數嘅人嘅身心系統根本承載唔到咁多信息量。真正能夠洩露天機嘅，而唔受到反噬嘅，都係一啲修為極高境界嘅人，擁有好多功德，有好多嘅善德善行喺裏邊。佢哋嘅心有足夠嘅空，氣有足夠和，神有足夠明，佢嘅頻寬有足夠嘅寬。而咁樣呢啲人可能幾十年先至修煉到有一個出嚟。而我哋普通人最好嘅狀態係乜嘢啊？敬天、知命、修己。該你知道嘅緣分到咗，你自然會知；不該你知道嘅，知道得越早，死得越快。好啦，大家各自安好，收好自己。Namaste，我哋會繼續分享。